即摆讲什么？哼！你免伫甲我置青。有人亲目睭看到你带一个女子闯入这个客栈，如果不出我所料，迄个女子一定是蛋价所走出来媳妇啊！大叔兄，这要哪有可能？我是洪书明，要来找找你女子的下落。我哪敢违反就咱政纪堂的条规呢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赶紧将人交出来啊！我人还阁找无，是要叫我交什么人呢？你别甲我这套！梁鸿斌，我问你，哪来你来这创什么？我跟你共款来伫咧找人。哪来你敢是不打自招呢？若毋是你亲身将迄个女子藏伫这个所在，哪来你是安那毋去别位找，要踮遮找呢？大叔兄，你敢是来这伫咧找人？因为我知影，迄个女子是互你甲带来藏伫遮。哪个人呢？人就互你去带来藏在别位去咯。大叔兄，你讲安尼就唔对了。我若将伊带去藏在别位咧，我何必倒转来这伫要找人呢？大叔兄，无定着你将迄个女子甲伊藏在别位，要来向我倒架搞啊！你讲啥？假使我若是将迄个女子找着，我早就甲带倒去正气堂，我何必就踮遮等伊呢？如果伊若发现着竹千红，又何必踮在遮伫咧等我呢？也毋过，千红绝对袂不时离别，伊会走倒去咧。这位姑娘是什么人？伊就是王家的媳妇，去互偷走出来，名叫竹千红，被梁鸿斌拐骗，将伊藏入银行客栈，是互地主找到。你唔通敢背叛你？梁鸿斌你根本都无关于我，大老爷，你唔通相信你的话，梁鸿斌确实无关于我。安尼，你为什么要逃走？林鸿斌为什么将你藏倒在客栈？我偷走出来的时阵，身躯无半身，又搁无依无我，秘在破庙内面，刚才是去撞到梁鸿斌，伊知影阮过去有熟识，所以才会摕钱，互我住踮咧客栈的内面。阮根本都无啥物暧昧。无暧昧。你大家听看卖，是伊家己宣传讲，伊甲梁鸿斌自早就熟识，而且佫住伫客栈，两个人孤男寡女，佫住同一间房间。伊讲因两个人无暧昧，这啥物人要相信呢？苏明勇，我伫咧问竹千红的话，无必要你插嘴。师傅啊，伊分明是咧替梁鸿斌暗笑，这哪有啥物好问的咧？梁文好，梁文吧。来，命令将梁鸿斌入监带回正气堂。竹千红被朱明勇带倒来正气堂。系啊，伊搁伫师傅的面头前吼，讲竹千红是你家拐离家出走的，搁将人吼家藏伫咧客栈。我无拐骗你啊！我知影啦，师傅啊，迄千红吼秘伫客栈是你安排的，还搁你几落摆去看伊吼，道理师兄拢嘛有看到。迄师傅吼命令你就去找竹千红，啊你也无将人带去正气堂见师傅，这是事实的啊。也毋过我，你听我讲嘛，迄朱师兄吼，自从你家己剁断手骨了后，伊就足怨恨你的啦，伊毋则挑工要甲你害。还阁有遐嫉妒你的三兄弟，一人一喙，在师傅面头前伫咧讲你的歹话，
就是你老生一百个喙，你嘛骗人袂赢。管家，只要问心无愧，我什么都唔惊。我就去就要来去计数。孙啊，你唔通去啦，你着赶紧走啦。我为什么都爱走呢？啊，师傅已经叫梁家兄弟要来抓你，转去正气堂啊嘛。恁是？阮是洪明，要抓林洪兵，等去正气堂。你今仔人伫倒？恁叫出来！洪斌无伫厝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林洪斌拐骗有夫之妇，离家出走，还着正气堂去解规。哎呀，姊啊，你紧走啦！梁家兄弟吼是足好杀的，而且为着师选你做昆仑岛的继承人了后，因着足怨恨你的呢。恁即马若见面吼，一定会冤家啦。师傅即马当咧受气，你绝对唔通去见，紧走啦，紧走啦！正气堂是公理的所在，我必须要来去甲伊乾隆对照，生命是我的枪标。我就知道洪斌，你袂来去？玫瑰，你哪来遮呢？梁家的兄弟拄照去咱兜找你。你讲你拐骗，梁家你违反界规啊，做咱事。红边自问啊，心无愧，因将人之情思成灰，为免妻儿啊受连累，君子无知啊，咱的钱亏。哼，将人对我，虽有多数处事不好道的，唔记对情宣告，白过别人你的教我。洪斌，你莫去讲，我这样做就要去计数。洪斌。那你咱这时来去正气堂，听讲人已经找着啊，是？人已经伫咧我正气堂的内面。多谢多谢伯母。阿弟啊，人已经找着，等间我去将伊带倒转来去啊。大老爷，感谢。我煞遐晚袂记。有劳大老爷来找我的新妇，这是100年的文文，也毋是算什么款的敬意，请大老爷你来甲我巧纳。老爷，夫妻小事不必言谢。我要占领竹千郎高粱片区，甲小道林鸿斌当面对质。大老爷，这个代志我也已经有听人讲过啊。以王某的意见，也无必要多此一举。为什么？大老爷，这款代志我也无爱搁再来追究，我也唔愿意来干涉到恁正气堂的门规。我是只个希望讲家丑唔通外扬。王老爷，听你的口气，好亲像林鸿斌，真是有怪竹千郎。
我也已经声明讲无爱搁再追究啊。不过大老爷的姑丈凌凤斌，伊私自将我新妇藏伫咧客栈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啊！大老爷，你要处罚你的孤独也毋这我是无要紧，我只希望讲我的新妇，若互我带转来安生就好。事关正气堂的门户，请王老爷暂时稍等，互我查明真相，以便秉公处理。伯父，是毋是会用互千红甲我见面呢？免你听的，良师良武，在，请祝姑娘出来。是。千红，我是要来带你转去呢。大老爷，你免去将我交回，我莫转去。大老爷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你是王家的人，正气大，无权贪婪。千红，自从你离家出走，我是偌无简单才去找着你。你放心，过去的代志我袂搁再追究，紧到我倒转来。剑姬，你这个卑鄙无体的狗男子，我已经互你逼到走投无路，你哪搁放我煞心？好，我死让你看！千红。你就是有怪祝千红的丈夫。大老爷，既然我的新妇会死在这行动内面，这就是连姑丈凌凤斌所致的。祝千红死无对证，我必告不变，我偏向冤枉，有怪就民妇的罪名。凌凤斌，你太受我心了。我冤枉，我冤枉师傅，将凌凤斌把我抓起来。是。千红吼，已经自尽啊！啊，即马死无对证，对阮姊夫啊，阮姊夫嘛无话通讲。连后，连后是安怎？
红婿人要伤心？什么人要伤心？你已经相信我，了解我。只要你相信，我绝对袂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其他一切我拢无要紧。也毋过，听记人伫讲，杜老爷伊的婚期还未写，伊一定会倒转来抓你。天来过啊！是，伊来过2摆，伊今日倒转来，叫我都甲你见过。真激动的地主，因日时啊，拢伫四周围咧埋伏，结果用好太平，因的性情好耍，你千万袂用叫反对。你转来时阵，有叫我现场。我按后山的小路走倒来，无叫我连着。你实在无应该冒这个大危险，走倒转。为我思念你，甲咱的囝，我才是袂放心你母囝。红笔。冰冰母苦，红不起，伊君你的笑。千红的是一路报名你，献切莫再卖怨言，师父为人是命事理啊。冤枉的比你冤，煞咧情我是啊！哎呦，为撇的敢若情啊！你赶紧倒，小风小雨，我才来照顾。但愿这个油条啊，烧的好。哎呦，现在味也着。
你紧走，你赶紧走，后边。你滚，你紧走。